好，Hello 各位大家好，今條影片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呢幾樣嘢啦。第一就係 AI 股票係咪真係加息都冇影響呢？上個禮拜繼續係抽升嘅，咁係一個真升定係幻覺呢？第二就係我留意到電力股呢個主題係重新轉強緊啦，咁邊隻股票最有潛力呢？第三就係都會講下其他嘅主題焦點，即係互聯啦、高速互聯啦，同埋就係之前有一輪轉強咗嘅軟件股，而家最新係點樣呢？咁呢條片會講下呢啲。如果中意我嘅分享，記得 like 同埋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亦都可以留言支持啦，同埋分享俾你其他即係都有投資嘅朋友。記住呢條影片嘅分享啦嚇，我嘅 channel 上面咧都係並不是投資建議嚟嘅，只係我個人嘅一啲分享嚟嘅啫。OK，咁首先第一個部分就係講到底 AI 股票係咪真係無懼加息咧？因為上個禮拜三深夜其實就係聯儲局嘅會議，Kevin Walsh 啦第一次主持呢個 FOMC 啦。其實有一半官員嘅點陣圖咧都係反映緊今年之內有機會加息嘅，而 Kevin Walsh 佢冇直接去交呢個點陣圖啦。但係實際佢就會有暗示到就係，其實過去5年咧聯儲局都未達到呢個通脹嘅目標，即係2%嘅通脹都未壓得翻落去。咁其實佢係咪真係暗示佢要做啲嘢咧？佢話要即係令到通脹目標係翻到去啊嘛。咁其實佢講完呢啲嘢 FOMC 之後咧，其實即刻個利率期貨又反映緊咧，嚟緊7月可能最大嘅機率都係不變嘅利率不變，但係7月之後9月嘅 FOMC、10月嘅 FOMC 講緊之後咧。嗰個嘅概率咧，其實係加息㗎。其實講緊即係而家個概率嚟講，今年年底前咧有機會加翻2次息上去。咁其實呢個係即係需要注意㗎。當然呢一個嘅預期係會隨住之後嘅數據公佈跟住去變。譬如嚟緊今個禮拜有 PCE 物價指數，咁可以係緩和翻個加息預期，或者令到加息預期更激進都可以嘅。咁所以佢呢個會跟住變，但係而家咧暫時係不利嘅。講緊嚟緊係有多啲嘅機會會加息嘅。咁但係雖然係咁上個禮拜五個美股係咪好癲啊？sorry，上個禮拜五放假，上個禮拜四先啦。上個禮拜四美股係升到癲咗啦。如果講緊納指100係即係升2.4、2.5% 咁樣，咁好多嘅 AI 股票咧係升10%以上喎。BE、ALAB 呢隻同高速互聯有關係嘅 WYFI 升5%以上，亦都有一堆啦嚇。咁我哋好癲喎，即係究竟係點樣先？究竟呢個係一個真係升勢定係一個幻覺嚟嘅啫？其實係一個陷阱嚟嘅，之後會暴跌嘅咁樣。點樣咧？咁我而家同大家睇睇動能投資嘅配置系統啦。如果你 focus 翻大盤嘅價量行為，而家睇翻納指100嘅 NDX 呢一個嘅指數，咁其實禮拜四咧確實係出現翻一個 accumulation day。一個價漲量增，一個正面嘅信號嚟嘅。咁可能雖然你話喂，上個禮拜四呢一日其實係一個3毛日定係4毛日嘅額外影響到個成交偏大啦。咁但係我哋如果 focus 喺 price 價格同埋啲 leading stocks 領導股嘅行為咧，咁都係咧一個正面信號嚟嘅。而呢一個 accumulation 呢個意義咧，其實佢就係指向喺呢一個信號出現嘅時候，去買入一啲強勢嘅領導股咧，相對嚟講嗰個嘅勝率或者係嗰個嘅期望值係 positive 嘅，係有優勢嘅買入時機嚟嘅。OK，咁呢個係我睇嗰個判斷系統啦，我喺度分享啦嚇。咁呢一個信號之後，唔代表話個大盤 S&P 或者納指100都好啦，唔代表話出現咗之後咧，個大盤就直接高過萬進一齊衝上，唔代表嘅。佢可以出現完呢個信號之後，個大盤繼續係有一啲嘅震盪，但係喺領導股咧就可以喺6月18號呢一日之後咧，領導股率先走高嚇。咁呢個其實係俾我哋去睇領導股係咪適宜買入嘅信號，而唔係講緊咧個大盤係咪就要好勁嚇。大盤可以係繼續浮浮沉沉震盪，但係領導股咧係有呢個信號之後咧係會傾向係突破嘅成功率會上升啦。OK，咁其實好啦，係咪就係咁簡單睇呢啲嘢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指標會睇啦。咁其次就係 OK，你話大盤係咪之後可以跟住去突破咧？咁我哋可以參考埋一啲輔助指標，譬如 MACD 嘅。咁因 MACD 暫時喺呢一個6月初調整之後咧，MACD 仲係喺一個
穿咗落嚟嘅情況。咁如果呢個 MACD 線向上升穿翻個信號線咧，譬如佢之後咧個市升嘅時候，咁就會多一重確認，就係個市可能係完成咗呢一個嘅調整期啦，再次係轉翻入一個強嘅升勢啦。咁 MACD 係其中一樣會睇嘅。另外就係、情緒指標，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呢啲位，我哋諗緊佢係真升定係一個陷阱嘅時候，其實我哋就參考埋啲情緒指標。係啦，譬如AAI 個人投資者調查啦，咁呢度其實我哋見到係幾淡嘅。其實大眾情緒 bearish 係仲稍高於個 bullish，跟住即係講緊而家個大盤喺新高附近嘅啫。喺個距離新高唔係好遠嘅時候咧，其實睇淡嘅人咧係多嘅。好啦，fear and greed 直頭講緊而家呢個位咧，都仲係 fear 嘅人係佔多數㗎，係比較 fear 㗎呢個 index。咁即係呢一個咧，如果我哋用反指標、情緒指標，往往都係反指標啦。反指標去睇咧，其實大市即係之後係真係仲有機會有得升嘅機會係比較大咯。從呢個情緒指標去做一個佐證的話，好啦，咁如果講多少少基本面就係，喂咁但係好難理解喎。你明明FOMC 之後個加息預期強咗咁多，咁個市點會仲升啊？咁其中一個咧就可以參考下 Tom Lee 嘅其中一個解讀方式啦。咁佢嘅講法咧就係加息係會扼殺 growth、扼殺增長嘅。咁但係喺而家呢個 AI 嘅超級週期嚟講咧，就係資金會揾，喂，即使加息有冇啲地方都係可以仍然有增長咧？而 AI 硬件股即係包括芯片啊、記憶體啊、光通訊啊、電力等等啦，呢啲 AI 建設嘅股票咧，佢哋暴力嘅盈利增長咧就會成為資金繼續拍岸嘅地方嚇。即係講緊背後就係 AI 推動到 AI 基建股盈利增長，AI 亦都推動到生產力爆發。好啦，咁喺呢個生產力爆發嘅前提下，因為企業嗰個嘅 efficiency 會高咗啦，令到佢哋嗰個嘅 earnings 嘅增長都會係強咗。咁即係成個 S&P 500佢哋嗰個增長盈利增長有機會強嘅時候咧，就會帶動到股價雖然喺加息嘅壓力底下咧，價格因為盈利增長都有機會繼續增長。咁我哋譬如睇翻半導體股一啲。即係其實嗰啲嘅 AI 基建股啦、半導體股啦嚇，佢哋嘅盈利係真係好增長係比較強，係好實在嘅增長嚟嘅。即係譬如炒到好勁嘅 AI 半導體設備股盈利增長好強。咁你話就算半導體廠商台積電咁樣，咁都係誇張。即係呢啲 growth 係你 AI 之前唔會見到咁誇張嘅 growth。咁但係去到呢幾年，由24年開始，OK 你見到21、24停滯嘅台積電4蚊、6蚊又落翻5蚊，又去翻6蚊，去到24年開始6個幾、10蚊、15蚊、19蚊，呢一啲嘅 earnings growth 係 crazy，即係你睇乜係啦？記憶體我之前發現過，記憶體仲好笑添啦，嗰個嘅 earnings growth 係真係要用好笑嚟形容，咁但係解釋咗 MU 點解可以一年升到10倍，咁就係背後呢一種嘅盈利推動。盈利推動就有機會令到咧呢啲 AI 股票喺加息嘅前提底下都有機會升。咁因為而家講緊加息，其實都唔係一個激進嘅加息，唔係嗰一種要壓爆個泡沫嗰一種嘅加息，而係講緊加翻一兩即係一兩碼息上去咧。咁其實一個極度強勁嘅盈利增長咧嘅背景底下咧，係有機會股價可以繼續升。好啦，咁但係雖然 Tony 咁樣講都好啦。雖然大盤有一個信號係正面嘅 accumulation day 嘅情況都好啦，咁唔係代表話個市一路之後會繼續升到年底，大家就暴賺啊，賺到盤滿缽滿，即係唔係咁樣。我哋要注意一樣嘢就係中期大選。咁今年咧就係中期大選嘅年份，而中期大選年份咧，我哋往往要睇翻，我哋可以睇翻參考翻過去嘅中期大選年嘅 seasonality。嗰啲即係過去咁多個年，1949到之後嘅統計，咁多年嘅統計，其實往往中期大選年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特朗普係共和黨咁樣嘅即係特別可以參考綠色呢條線咯。其實往往去到咧夏天嗰啲嘅月份咧係好差㗎，個股市表現，尤其係8、9、10月，8、9、10月嘅表現好差。你見到啲線明顯喺8、9、10月 drop 晒落去。咁點解咧？因為中期大選係11月啊嘛。咁即係喺之前咧，嗰啲嘅不確定性就會浮晒上嚟啦。尤其係9月、10月添，9月、10月通常好差。
嗰啲不確定性即係你到底參眾兩院即係議院邊度佔嘅席位多啲，後尾即係之後仲有2年嗰啲政策係行得順唔順，定係會不停拉鋸諸如此類嗰啲嘅不確定性咧，就會令到股市往往有獲利回吐。OK，咁尤其而家都係啦，好啦，股市升得好勁，但係中期大選嘅因素咧就要小心8月、9月、10月㗎啦。咁所以 so far 嚟講咧，呢個信號之後咧，我暫時嚟講對於跟住落嚟講2個禮拜、3個禮拜、4個禮拜都係算係比較正面。咁我未必係講緊個市，但係我 focus 嗰啲嘅領導股嘅表現，我會仍然比較正面。即係有機會嚟到7月，我都仍然都仲 OK 嘅嚇。尤其7月嘅上一半啦，咁但係會唔會去到7月下半、7月尾去到接近8月份嘅時候，真係有因為中期大選就嚟到啦嘅一個，又加埋其他嘅原因啦。加息，即係七月仲有個 FOMC 噶嘛，七月仲有 7月尾有 FOMC 啊嘛，呢啲嘅原因會唔會係觸發一個調整咧？一個真係大啲嘅調整咧？咁我覺得係即係要小心嘅位嚟嘅。OK，咁所以成個背景我呢度分享咗啦，第一 part 就係個市嚇。好啦，第二個部分就係、好啦，而家個市暫時我都睇係 positive 啦。咁我留意到啲咩？我留意到就係電力股明顯係重新轉強嘅，即係之前早排4、5月半導體嘅嘢炒到好勁，記憶體嘅嘢 OK，電力股係甩晒噶嘛，冇升到。但係而家見到電力股重新轉強啦。咁點睇到咧？其實就係相對強度嘅啫。好啦，呢一個嘅拉回整理啦，反彈咗上嚟，呢一轉最勁嘅咧都係啲半導體設備嘢最勁。OK，ASML 啊、LRCX、AMAT 嗰啲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個拉回呢度咧，我見到電力股明顯轉強啦。咁相對強度點樣睇咧？就係譬如上個禮拜1、2、3啦嚇，禮拜2、3尤其係明顯嘅 pullback。禮拜2、3明顯 pullback。咁我哋見到譬如啲電力股，譬如 BE 啦嚇，完全冇 pullback 嘅。禮拜1、2、3，佢2、3係照升嘅嚇，相對強度。GEV 啦，另一隻嘅電力嘅股票啦，1、2、3又係冇跌過嘅，照升嘅，相對強度。CAT Caterpillar 雖然佢係即係主業係話建築嗰邊相關啲，但係其實佢有一個唔細嘅部分嘅業務係做電力設備嘅。星期1、2、3完全照升嘅。仲有 TLN 呢一隻核電嘅股票啦，你會見到星期1、2、3完全冇呢個市跌，照升嘅。呢啲嘅電力股，咁係一個好強嘅信號嚟嘅。電力股走勢明顯轉強，成為唔好話資金避風港啦，而係繼續追增長嘅地方。咁點解電力會勁啊？都唔使太大解釋㗎啦。數據中心對電力嗰個需求係極度強啦，亦都係其中一個樽頸位啦。咁其實一路都勁㗎啦，只不過之前唞得耐，唞咗一段時間，而家再升啫。咁我就揀咗 BE 嘅Bloom Energy 嚟到去買。OK，我就上個禮拜4啦，就買咗 BE 啦，呢一個嘅 breakout。OK，啱啱講咗啦，其中一個原因日線圖嘅 RS 好強啦，然後禮拜4一個大嘅突破，咁呢個係confirm 佢係一隻 leader 嘅一個行為。周線圖其實會見到，譬如呢一段喺底度抽上嚟，呢一段好難捉啦，因為之前完全係冇升勢。第一段嘅動能出咗嚟，好啦，第一段嘅動能出咗嚟。跟住做咗一個大嘅長嘅時間嘅一個類似 cup candle 咁嘛，跟住再升，好啦，再升到呢一段，然後呢一個 pullback 咧，形成咗一個高窄旗形啦 ，high tie flag 咁樣嘅 set up 啦，跟住再突破，咁所以咧，我係即係睇佢為一個正面有建設性走勢嘅 set up 嚟嘅，有機會繼續上嘅，咁我買咗。咁仲有一啲基本面嘅原因，譬如佢係一個近排好出名嘅基金經理，一個即係我唔知到底啱唔啱 Leopold 啦嘅基金經理啦。咁佢出名係因為佢一年佢呢度話1個 billion 10億美金炒到上去55億美金。咁再如果拉到2年可以再誇張啲嘅，好似係2億幾美金炒到上50幾億美金嘅，好誇張嘅。都係投資 AI 股，跟住超級回報。咁佢 BE 咧係其中一個佢大嘅持倉嚟嘅，咁即係佢都好睇好呢一個嘅
AI 基建主題當中電力呢一 part，認為 BE 係一隻贏家股，咁我覺得都相當有參考價值嘅。就技術面睇到佢正面啦，加埋呢啲基本面嘅明星基金經理嘅加持，咁呢啲通常喺一個牛市入邊咧係真係，正如你諗翻2020年 Cathie Wood 嗰啲嚇，即係佢未得之前，其實佢嗰啲選股都好勁嘅。咁我都有參考啲明星基金經理嘅持倉。咁電力係發展 AI 嘅樽頸啦，而 BE 其實佢提供一個 behind the meter，即係啲數據中心駁唔到電網，通常要等1-2年甚至更耐嘅時候咧，就快速部署呢啲燃料電池喺個數據中心隔離咧，幾個月就部署到㗎啦，咁就可以馬上提供到電力。咁所以咧，佢個需求係極大啦。而其實除咗燃料電池方案之外咧，GEV 嗰一種嘅 turbine engine 渦輪發電機都係 behind the meter 嘅方案嚟嘅，都係唔使等電網就俾到電。但係而家最近呢幾個月咧，GEV 呢一種嘅方案 turbine engine 有個問題就係好嘈，咁所以附近數據中心附近嗰啲民居就投訴話：哇，好嘈，搞唔掂。咁燃料電池咧就有個優勢就係好靜嘅嚇，好靜嘅冇聲嘅，咁就變咗咧。喺呢一個好多居民啊，搞到有可能監管多咗嘅情況咧，即係多啲數據中心會向 BE 嘅燃料電池去埋手咯。咁我哋見到 BE 嘅盈利增長係非常強勁，即係過去呢幾年啦嚇 double，即係 triple 添嘛，咁咪 double，triple 跟住 triple 跟住 double 咁樣，非常強勁嘅盈利增長，未見到有 slow down 嘅情況，基本上都係好強勁。咁所以BE 係我認為喺眾多電力股一齊走強嘅當中咧，BE 會係電力入邊嘅其中一隻 big leader 嚟嘅。OK，咁上個禮拜買入嘅時候，我咁都喺 Discord 分享咗我自己嘅操作啦。咁即係分享到過去禮拜2、3都提到電力股係新浮現嘅領導股領導板塊嚟嘅。咁我買咗 BE 就你見到係啦，上個禮拜4啱啱去買入嘅啫。咁即係好彩執到少少嘅 profit cushion。OK，咁呢度就係想分享嘅電力嘅主題啦。咁除咗電力之外，我都分享埋就係互聯啦，或者話高速連接啦，其實都係我留意到啱啱而家呢一轉有同步走強爆發嘅情況嘅。咁譬如 A-Lab Credo，A-Lab 上個禮拜4升11%，Credo 升9%，兩隻都係挨住咧係接近就係再突破創5日而家新高嘅。咁跟住見到 Marvell 啦，又係走強啦，咁不過就 score 咗啲就被正式突破，咁因為之前升得好多啦。咁跟住唔知係巧合定係真係嗱，康寧又係即係你講緊高速互聯嗰一個核心玩家嚟嘛。康寧上個禮拜係啦，禮拜4又升11%，咁所以一堆同高速連接、高速互聯嘅主題嘅呢啲股票咧都集體走強。咁康寧我有貨啦，Credo 我而家都有揸緊有貨嘅。咁我特別想講下 Credo 因為其實往往喺呢啲嘅譬如佢喺一個大嘅 big picture 啦，做咗呢一種嘅，用咗幾多時間啊？用咗半年多啲嘅時間做咗個好大嘅級別 fan 度，然後而家啱啱再突破。咁我呢啲我係比較留意，因為總係有啲原因佢即係一個大型嘅 set up 啦，然後又突破啦，突破嘅時候有呢啲嘅成交量介入啦，同埋佢喺6月初啱啱調整嘅時候咧，個市啱啱6月初調整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展現呢啲好強嘅相對強度即係呢一種6月初個市拉回，佢唔跟個市跌。雖然好多影線因為個市下跌有壓力㗎嘛，咁但係佢就係有一種個市跌我都要好繼續去向上游嗰一種嘅強勢啊，加埋成交量啊，咁係值得研究下佢背後嘅原因啦。OK，咁呢度分享少少。咁其實 Credo 咧，佢其實目前嚟講佢最大嘅收入比例係銅纜嘅。咁我哋睇下佢過去呢段時間嘅又係強勁嘅 earnings growth 啦，非常強勁嘅增長。咁其實銅纜就係佢最主要嘅增長來源。即係其實而家 AI 數據中心喺機構入邊嗰啲短距互聯咧，Credo 係佔咗最大嘅市佔率㗎啦。嗰啲銅纜佢係佔7-8成嘅，接近壟斷地位嘅。佢賣銅纜係賣到即係盈利嚟睇發達咁樣嘅。咁其實現階段光模組咧係未 ready 嘅。其實光模組嗰啲 CPO 講緊即係共封裝光學嗰個光模組啦嚇，講緊係2027、2028先 ready。咁所以而家咧
其實同藍都仍然係好主導緊數據中心嘅互聯嘅。咁另外就係 Credo 之前點解呢一轉跌得咁勁？因為嗰陣市場有個誤解就係光進同退，光進同退，轉曬光銅咧會俾人唔用㗎啦。咁所以咧，就算佢而家仲係一個好壟斷嘅地位都好啦，市場有個誤解就係未來銅係會被淘汰嘅時候咧，佢跌得好勁。咁但係因為黃仁勳都不停之後又澄清過唔止一次啦，就係光銅並存先係主流嘅共識。即係可以用銅就用銅，必須要用光先要用光。咁因為銅咧都仍然係有佢嘅好處，即係高可靠性啊、成本低啊、部署快啊等等，呢啲都係銅嘅優勢啦。咁所以喺呢個光銅並存嘅背景底下咧，未來幾年嗰個嘅 AEC 銅藍都仲有增長空間。咁即係 Credo 最賺錢嗰樣嘢。咁 Credo 喺呢一個嘅共識底下，亦都係反彈啦。並且咧 Credo 喺今年4月咧，亦都係有一個消息，就係佢收購呢一個 Dust Photonics 嘅公司啊。咁佢收購咗 Dust Photonics 呢一間咧係專做光學互聯嘅，即係佢收購咗呢間公司咧，就係令到 Credo 係由本身係銅藍主導嘅公司變為咧係垂直整合，可以係光又有啦，銅又有啦，光電互聯嘅一個咁樣嘅定位咁樣嘅平台。咁所以咧市場對佢咧就個定位馬上係改變啦，唔係被淘汰嘅角色。好啦，首先係光銅並存啦，並且佢喺光學互聯都收購埋 Dust Photonics 嚟到去做，嚟到喺光學嘅未來一個大趨勢都可以分一杯羹啦。咁佢嘅指引咧，2027年咧係因為收購咗 Dust Photonics 之後咧，預計光學嗰邊嘅收入咧會係超過600M美元嘅，超過6億美元㗎啦，已經係講緊佔總收入2成幾㗎啦。咁所以市場就即刻有一個估值嘅收復嘅走勢咧，形成咗一個級別 handle，跟住係突破緊。估值嚟講其實都唔算貴啊，因為之前俾人壓縮咗個估值啦，股價跌咗一輪啦，咁所以估值嚟講唔算貴。佢 PG 嘅話咧，即係講緊佢 forward PE，但係考慮到佢增長咧，其實 PG ratio 係0.幾嘅啫，即係講緊如果1以上先要貴咧，其實佢就唔貴嘅，考慮到佢嘅增長。咁所以我就都比較係睇好 Credo，that's why 我就揸緊 Credo 啦，仲咁佢同 A-Lab 都係轉強緊嘅。咁所以除咗電力之外咧，喺互聯嗰度我自己 Credo 啦，同埋即係光纖嘅 Corning，咁我自己都仍然睇好緊，咁啊揸緊咯。好啦，最後講埋就軟件股，因為之前軟件股就有段時間集體勁咗一排啦，啲 Datadog 啊、Snow 啊等等啦呢啲軟件股。咁但係咧，見到喺6月個市拉回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都係拉回啦。咁但係我會見到反而係出現咗一個比較靚仔嘅 pullback 嘅 set up，我會譬如 Snow 係我而家留意到比較強嘅。咁因為譬如佢呢個 pullback 咧踩翻20天線，Datadog 咧其實穿咗20天線嘅。咁譬如仲有另一隻同佢哋走勢差唔多就係 MDB，咁都穿咗20天線。咁唯有 Snow 咧喺呢幾隻即係呢個 group 入邊咧踩到20天線嘅。咁亦都係之前佢一個好強嘅 earnings 嘅 gap up 30%，然後一共係呢幾日升到60幾個 percent。咁佢而家 pullback 咧就係 retest 翻個 gap，咁啊似乎有支持。retest 翻呢一啲嘅趨勢線似乎有支持，亦都係黃金比率啦有支持。咁我就未有 Snow，但係我見到呢一個咁樣嘅 cup handle 嘅 set up 啦cup handle 嘅 set up 或者係係啦，日線圖啊更加容易睇。咁我就study 下佢啦，留意佢啦，同埋之前嘅 earnings 咁強亦都有原因啦。咁其實佢咧喺軟件股嘅定位都係一個 AI agent 時代嘅一個好受惠嘅角色，受惠者嚟嘅。咁我簡單講少少啦齋 up 啦。咁因為其實好多企業咧，其實佢背後都係用 cloud，用 Google Cloud 或者用 Amazon 嘅 AWS 或者用 Microsoft 嘅 Azure 咁樣用呢啲雲。咁佢哋好啲大企業好多時唔係淨係用一個雲嘅，佢會同時用 AWS 或者係 Google Cloud 咁樣，因為佢要分散風險啊嘛。或者有時你試過 Amazon 嘅 AWS 死機咁樣，咁佢咪用唔到咯。咁佢分散咗風險嘅時候，都係一個即係風險分散咗啦，同埋多供應商嘅策略，佢
企業嘅議價能力會好咗啦。咁所以用多雲平台嘅時候咧，佢需要有一個 platform 去整合呢啲唔同嘅 cloud，如果唔係會好混亂噶嘛。咁 Snow 咧就係好多企業會用 Snow 去整合背後嗰啲 cloud 啦，即係 Snow 係一個中介嘅人，佢背後有 Google Cloud，背後有 AWS 咁樣。咁 Snow 就係整合晒嗰啲嘅數據嘅儲存啊、數據嘅運算啊、數據分發諸如此類，佢係一個咁樣嘅角色。咁當 AI agent 好大規模嘅使用，即係企業啊，用好多 AI agent 去推嗰個生產力嘅時候咧，咁會牽涉到 Snow 去整理嗰啲數據嘅量會多咗好多好多，亦都咧 Snow 喺2025年推出一個叫 Cortex AI 啦，就係可以喺 Snow 嘅平台上面做埋 AI agent 嘅運算啦。咁換言之就係企業用 Snow 嘅平台用量會多咗好多。咁 Snow 咧收入模式咧就係 base on 用量去計算嘅。咁即係用 Snow 嘅用量多咗好多嘅時候咧，Snow 嘅收入會增長會勁好多。咁 for 你 information 咧，2000強嘅企業入邊咧即係你當 S&P 500頭500市值大啦。咁如果喺度頭2000市值大嘅企業咧，當中有700幾間都係用 Snow 嘅。咁即係最有機會嚟緊1-2年好大規模部署 AI agent 就係呢啲大企業啊嘛。咁即係咧嗰個嘅 AI agent 使用量上升嘅時候 Snow 嘅受惠程度就會係上升啦。咁呢個就係我睇好 Snow 嘅基本面嘅邏輯。而家技術面咧，佢都出現呢一種嘅 set。咁見到咧過去呢1-2年咧個 earnings growth 開始係有 pick up 啦，開始增長啦。2027亦都有一個增長啦。咁雖然應該嚟講，我會比較睇好 Snow 咁留意緊係唔排除嚟緊會買入，即係假如杯柄突破諸如此類咁樣。咁呢條片我分享到呢度啦。OK，咁如果你想係學多啲動能投資嘅選股嘅方式，點樣去買入，點樣去 set stop loss 揾一個低風險嘅入場點去做一個比較大嘅 position size，諸如此類呢啲啦。你可以係 scan 呢個 QR code 咁報名我2小時嘅線上分享會，咁我會入邊好詳細地去拆解呢一套嘅方法，到底點樣喺美股幫到我去捕捉到好多嘅AI 牛股嘅機會啦賺到倍數嘅升幅啦，等等等等啦。OK，咁分享到呢度啦，呢條片係咁先，拜拜。